做伙读圣经。今仔日5月28，咱做伙来读撒母耳记下卷第16章到第19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6章，大卫过山顶无偌远，米非波设的仆人西巴来迎接，伊牵2只挂鞍的驴仔，载200块饼，100粒葡萄干丸，100粒无花果干丸，甲1批笼的酒。我问西巴讲：“你是安怎带遮下来？”西巴讲：“驴是要互王的家眷骑，饼甲色的果子要互少年人食，酒要互伫旷野野生的人啉。”王问讲：“你的主人扫罗的孙伫倒位？”西巴应王讲：“伊要伫耶路撒冷，因为伊讲，以色列人今仔日要将我的阿公的国还我。”王甲西巴讲：“米非波设所有的拢赐互你。”西巴讲：“我谦卑拍拜，愿我得到我的主我的王的恩典。”代表王到巴户林的时，有扫罗家族一个人，基拉的囝示每出来，哪行哪咒诅，搁捡石头顶代表王甲伊的元神。迄时军队王的人甲勇士拢伫王的左右。示每咒诅讲：“你这个老人的血的凶手，你这个歹人去死！你抢扫罗的王位，上主将你留伊家族的血的罪拢归伫你，将这个国交互你的囝押撒龙。但你拄到恶报，因为你是老人的血的凶手。”谢罗亚的囝阿比斯甲王讲：“这只死狗哪通互伊咒诅我的主我的王，准我过去斩伊的头。”王讲：“恁遮的谢罗亚的囝，这无恁的代志，出在伊咒诅，因为是上主吩咐伊咒诅我，所以无人会当讲伊是安怎安尼做。”大卫阁甲阿比斯甲王的元神讲：“我的亲生囝拢孝顺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个便雅悯人，出在伊咒诅，因为是上主教伊安尼做，检采上主带领我的苦境，为施恩互我来代替今仔日的咒诅。”大卫甲缀伊的人继续行，示每行伫对面的山坪，哪行哪咒诅，搁点石头也涂粉。王甲缀伊的人到一个所在，因拢真夜深，就伫遐休困。押撒龙甲缀伊的以色列人民来到耶路撒冷，阿希多弗嘛甲伊做伙。大卫的朋友阿基人何书来押撒龙遐，对押撒龙讲：“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”押撒龙甲何书讲：“你安尼做，对你的朋友减有忠诚。你若无甲你的朋友做伙去。”何书甲押撒龙讲：“毋是安尼，上主甲以色列人民所选的，我要归顺伊，嘛要缀伊。搁一项，我得服侍啥人，减毋是得服侍王的囝。我安怎服侍你的老爸，嘛要安尼服侍你。”押撒龙甲阿希多弗讲：“恁着出计策，看咱过来着安怎做。”阿希多弗甲押撒龙讲：“你去甲你的老爸留落来过王宫遐的嫔妃做伙困。以色列的众人知你敢惹你的老爸生气，遐归顺你的人会阁较坚决。”因就甲押撒龙伫王宫的厝顶搭布片，押撒龙就伫以色列众人面前入去，甲伊的老爸的嫔妃困。迄时阿希多弗所提出的计策，
亲像对上帝来的话，因为安尼，亚希多弗的意见拢受大卫甲押撒龙尊重。第17章，亚希多弗对押撒龙讲：请准我拣12000人，金暗起身追入大卫，我趁伊夜深失志，甲伊攻击，互伊惊吓失胆，缀伊的人拢会逃走。我简单要杀死王一个人，互人民拢归顺你。你所要杀迄个人以外，所有人民拢会平安。押撒龙甲以色列所有的长老拢赞成这个提议。押撒龙讲：调亚基人何书来，咱嘛来听伊的意见。何书到押撒龙遐，押撒龙对伊讲：亚希多弗安尼提议，咱照伊讲的去做好无？若无，你有啥物意见？何书对押撒龙讲：亚希多弗这本的计策毋好。何书阁讲：你知你的老爸甲对伊的人拢是勇士，因年薪掠狂，亲像囝互人抢去的刑母。可你的老爸是有经验的战士，一定袂甲军兵做伙休困。现在伊一定秘伫山洞，也是别个所在。老人大声互伊杀死。听到的人话讲，对押撒龙的军兵互人杀死啦。迄时连勇猛亲像狮的人，心嘛会逍遥失胆，因为以色列人拢知你老爸是勇士，对伊的人嘛拢真勇敢，所以我提议，就互亲像海边的沙遐尼多以色列人，对单到八十八组织来你遮，你嘛亲身带因出阵，安尼，咱无论伫什么所在拄着伊，甲伊突击，亲像露水降落大地，互伊甲对伊的人无留甲一个。伊若撤退入一个城，所有以色列人会带锁去迄个城，甲城拖落山谷，连伫遐连一块石头仔拢找无。押撒龙甲所有的以色列人拢讲，亚基人何书的计策比亚希多弗的较好。上主决定要破坏亚希多弗好的计策，通降灾祸互押撒龙。何书甲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讲，亚希多弗甲押撒龙甲以色列的长老出的计谋是安尼安尼，我出的计策是安尼安尼。现在恁着赶紧派人去甲大卫报告，今晚毋通踮伫旷野的渡口，一定着过河，才免王甲对伊的人拢受遭灭。迄时，约拿单甲亚希多弗踮伫阮罗结，毋敢入城，惊互人看着。因咧听候一个女婢对城内出来，甲因通报，互因通对大卫王报告。毋过有一个少年人看着因，就去甲押撒龙报告。因两人赶紧走去何巴林某一个人的厝，迄个人的鼎有井，因两人就落去遐密。迄个的附近人用挂砍井口，顶面铺麦啊，代志就无落下。押撒龙的部下来到附近人迄间厝，问伊讲：阿希玛斯甲约拿单伫倒位？附近人讲：因过溪去啦。遐个部下去找无着，就倒去耶路撒冷。因离开了，迄两个人对正日起来，去甲大卫王通报。因对大卫讲：恁着起来，赶紧过河，
因为阿希多弗有安尼计谋要害你。大卫甲对伊诶人就起来，过约旦河到天光，无一个无过约旦河。阿希多弗知伊诶计策无受采纳，就骑驴倒去伊诶城，到引导伊甲厝内诶代志交代好势，就家己吊死，人甲伊埋葬伫因老爸墓。大卫到马哈念诶时，押沙龙甲对以色列人正过约旦河。押沙龙设立阿玛撒做元帅，代替约押。阿玛撒是以色列人以德拉诶囝，以德拉捌甲拿哈诶查某囝艾比该同房。这个艾比该甲约押诶老母谢罗亚是姊妹。以色列人甲押沙龙伫基列地区战赢。大卫到马哈念迄时，阿门族诶拉巴人拿哈诶囝索比，罗迪巴人阿米利诶囝马吉，甲基列诶罗基林人巴西来，带尘土盆灰去，小麦、大麦、米粉、白色诶五谷、豆仔、红豆、袂过诶豆仔、蜜、油、牛奶甲羊奶做诶食物，攻击大卫甲对伊诶人，因讲军兵伫旷野一定会枵，为野生喙焦。第18章，大卫调集对伊诶军兵，用1000人到100人做单位，照编制设立指挥官。大卫派军兵出去，将1/3交予西罗亚诶囝约押，1/3交予约押诶兄弟阿比斯，1/3交予加特人以太。王对军兵讲：我一定要甲恁做伙出战。毋过军兵讲：你毋通出去，阮若太师得走，对着袂注意阮；阮若一半阵亡，对着嘛袂看做要紧。你一人比阮10000人较重要，你留伫城内帮助阮较好。王甲因讲：恁看做好诶，我照安尼做。王就徛伫城门边，军兵100、100、1000、1000，照次序出去。王命令约押、阿比斯、以太讲：恁着带领我，毋通伤害迄个少年人约撒龙。王为押沙龙命令遐个首领的话，军兵拢有听着。军兵就出去野外，伫以法莲的树林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伫遐，以色列的军队大师大卫的部下，迄日战死的真多，有2万人。交战拖到全地区，迄日伫树林内死的，比互倒台死的较多。押沙龙骑驴，拄着大卫的部下，驴走对大丛上树真严的树尾下面经过。伊的头毛交着上树枝，人吊伫半空中，所骑的驴做伊去。有一个兵士看着，甲约押讲：我看着押沙龙吊伫上树。约押甲报伊的人讲：啥？你有看着？若无当场甲拍死。你若安尼做，我就收你10块银甲1条腰带。迄人对约押讲：你就是予我1000块银，我嘛毋敢动手害王的囝，因为阮有听着王命令你甲阿比斯、以太讲，恁着说伊毋通害迄个少年人押沙龙。我若敢安尼做，害伊的性命，王一定会知。到时你嘛会毋插我。约押讲：我无时间搁甲你讲。约押就举3支地枪去。迄时押沙龙吊伫上树要活着。约押插透押沙龙的身，为约押
举武器的10个少年人，甲押撒龙围敌，甲伊杀死。约押分扫角，军兵就倒来，无搁入以色列人，因为约押甲因阻止。因将押撒龙迄伫树林内一个大深坑，顶面贴一大堆石头，所有以色列人拢走倒去家己的厝。押撒龙活地时，伫王的山谷为家己裁一支挑。伊讲，伊无囝通留名，就甲迄支挑号做押撒龙。到今仔日，人要称呼迄支挑做押撒龙纪念碑。撒督的囝阿希玛斯讲，准我走去对王报告，上主已经有解救伊脱离对敌的手。约押甲伊讲，你今仔日毋通去报消息，另日较去。今仔日你毋通报消息，因为王的囝死去。约押甲一个古实罗勒讲，你去将你所看到的甲王报告。古实人对约押鞠躬，就用走去。撒督的囝阿希玛斯佮甲约押讲，无论安怎，求你准我对古实人用走去。约押讲，我的囝，你报消息袂得着赏，是安怎要去？伊因讲，无论安怎，我要去。约押讲，你去。阿希玛斯就对约旦边缘的路走去，入过古实人。大笔拄啊坐伫内城门甲外城门的中间，守望的人爬上城墙，到城门的楼顶观看，看到一个人单身走来，守望的人大声喊，对王报告。王讲，伊若家己一个来，一定是要报好消息。迄个人哪行哪活，守望的人搁看到另外一个走来，守望的甲顾城门的人讲，你看，搁有一个单身走来。王讲，这嘛是报好消息嘞。守望的讲，我看头前在走的，亲像撒督的囝阿希玛斯。王讲，伊是好人，来报好消息。阿希玛斯对王叫讲平安，就伫王的面前拍拜，讲：上主，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已经将遐个起手攻击我的主、我的王的人拍败啦。王讲：少年人押撒龙平安也无。阿希玛斯应讲：约押派王的仆人，就是你的仆人来时，我有看到混乱的场面，毋知发生什么代志。王讲：你徛踮边啊，伊就闪开徛伫。古实人嘛到，报告讲，有好消息报告我的主、我的王，上主今仔日有替你伸冤，拍败起来攻击你的人。王问古实人讲，少年人押撒龙有平安无？古实人应讲，愿我的主、我的王的对敌，甲所有起来攻击你、要害你的人，拢甲迄个少年人同款。王就真伤心，伊上城门顶的房间体口，哪行哪讲：我的囝押撒龙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押撒龙啊，我可袂得替你死，押撒龙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。第19章，有人甲约押讲，王为着押撒龙体口悲哀。迄日会胜利变做全军的悲哀，因为迄日军兵有听讲王为着伊的囝哀伤。迄日军兵偷偷入城，亲像战败逃走更小的兵士同款。王打伊的面，大声吼，讲：我的囝押撒龙啊，押撒龙，我的囝，我的囝。约押入王大的所在去见王，讲：你今仔日互你所有的人神无体面，因今仔日救你的性命，救你的囝甲查某囝，佮救你的后妃甲嫔妃的性命。怨恨你的，你听因，
听你的，你怨恨因。你今仔日明明表示你无看遐个将领甲部下最要紧，我今仔日看出来押沙龙活地原拢是你颠倒欢喜。呾，你著起来出去安慰你的部下。我记上主就抓，你若无出去，今暝无一个人会甲你做伙陪伴你。这个灾祸比你对少年人到现在拄到的搁较严重。王就起来，坐伫城门口，有人甲军兵讲：“恁看，王坐伫城门口。”军兵就拢来到王的面前。以色列人已经逃走，逐个人倒去因兜。以色列逐支族的人纷纷议论讲：“代表王捌解救咱脱离对敌的迫害，搁解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压迫。伊因为闪避押沙龙，要伫外面逃亡。咱有选立押沙龙做王治理咱，伊已经阵亡，恁若甜点点，毋请王倒来。”特别王派人去见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讲：“恁着甲犹大的长老讲，王已经有听到以色列众人要请王倒来王宫，恁若要袂要请王倒来？你是我兄弟，我的骨肉，请王倒来这个代志，恁是安怎对人袂着？你嘛着甲阿玛撒讲，你竟毋是我的骨肉，我要互你对现在起代替约押做元帅。若无，愿上帝加倍责罚我。安尼，大必就得到犹大众人的心，因拢同心，亲像一个人。因就找人去见王，讲：“请你甲你的众人神倒来。”王就起身倒去。伊到约旦河的时，犹大人来到吉甲，迎接伊，带伊过河。巴胡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囝示每赶紧甲犹大人落来迎接大鼻王。甲伊内的有1000个便雅悯人，有扫罗家的仆人西巴，甲伊15个囝，20个仆人。因拢赶紧过约旦河去见王。有人照王的意思，用船护送王的家眷过河。王在要过河的时，基拉的囝示每来拍伫王的面前，对王讲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王离开耶路撒冷的时，你的仆人有陪着你，但求我的主毋通追究我的罪，请王毋通将这个代志记条条。放伫你的心内，你的仆人明明知家己有罪，所以今仔日约瑟全家，我第一大声落来迎接我的主，我的王。”西罗亚的囝阿比斯讲：“示每捌就做上主所抹油选立的，兼毋免互伊死。”大比讲：“西罗亚的囝，这毋是恁的代志，我来处理就好。恁毋通反对。今仔日以色列中检通有人受处死，我兼毋知即阵在做以色列的王的是我。”王就甲示每讲：“你毋免死。”王对伊就抓。扫罗的孙米非波设嘛落去迎接王。伊对王离开的日，到王平安倒来，无洗骹，无受吹手，嘛无洗衫。伊伫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，王问伊：“米非波设，你若无甲我做伙去？”伊应讲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！迄阵你的仆人有准备驴，想要甲王做伙去，毋过我是歹骹，我的仆人西巴骗我，搁伫我的主，我的王面前诽谤我。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亲像上帝的使者，请王照你看做好的对待我。
我的爸全家伫我的主我的王面前应该死，毋过王要互你的仆人甲王做伙食，我哪有权通阁对王请求什么？王甲伊讲，你毋免阁讲你的代志，我决定你甲西巴平分遐个土地。米非波设对王讲，我的主我的王已经平安倒来宫内，遐个土地拢互西巴嘛无要紧。伊个人巴西来对罗基林落来，要护送王过约旦河。巴西来是80岁的老人，伊真好养。王住伫马哈念的时，伊有用食物攻击王。王对巴西来讲，请你甲我做伙过去，甲我住耶路撒冷，我要照顾你。巴西来对王讲，我还有几年通活，通甲王做伙住耶路撒冷。我已经80岁，已经袂晓分别水恶，谈袂出食物的滋味，听袂出男女唱歌的声音。仆人哪通拖累我的主我的王？你的仆人只有陪伴王过约旦河一块仔路，王哪着安尼恩待我？求你准你的仆人倒去，互我通死伫我的故乡，安葬伫我的父母的墓遐。但你的仆人金汉伫遮，请我的主我的王，互伊甲你做伙过去，照你所看做好的对待伊。王讲，金汉通甲我去，我会照你所愿望的款待伊。你对我请求的，我甲你答应。所有的人拢过约旦河，王嘛过去。王甲巴西来斟，甲伊祝福，伊就倒去伊的故乡。王过河到吉甲，金汉嘛甲伊过去。犹大拢总的军兵甲以色列一半的军兵嘛拢护送王过去。后来，以色列人民来见王，甲伊讲，阮的兄弟犹大人是安怎偷偷甲你接去，带王甲你的家属以及军队里的人过约旦河。犹大众人因以色列人讲，王甲阮是共之族，恁是安怎为着这个事在受气？阮减捌对王得到什么好处？王减捌互阮什么利益？以色列人因犹大人讲，12支族中，阮有10支族，阮甲大卫王比恁较有关系。恁是安怎看轻阮？检视阮成功要带王倒来？总是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通硬。咱今仔睇圣经节第撒母耳记下卷第16章到第19章。